大家好，我係 Steve Hyan，全國總監，依家喺南加州打電話入嚟。我諗歡迎大家今日咧一齊參加我哋嘅電話會議嘅。今日你可能係俾朋友、同事或者喺社交媒體識嘅人邀請佢哋，咁了解下而家正喺你嘅本地城市擴展嘅第一大韓國美容公司。我想同你講，你而家加入我哋真係最啱嘅時機，因為冇錯，我哋公司 Remon 咧未來3至4年內會擴展到超過50個國家。今日你會了解我哋公司，會認識我哋嘅產品，仲可以睇下你有冇興趣同我哋合作，甚至以兼職形式一齊做。但係喺我開始講公司資料同背景之前呢，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先。咁我哋都唔算係完全陌生人啦。你知啦，喺入行之前呢，我係紐約大把，而家住咗加州。不過入呢行之前呢，我已經冇韓國娛樂圈做咗超過12年。你知啦，12年前 K-pop 即係而家大家都識咗韓流嗰陣時，其實唔係啊，而家好紅嘅。咁但係12年前呢，其實佢哋受歡迎啦。當我啱啱入行嘅時候，所有人都同我講 Steve 千祈唔好搞 K-pop 呢個行業。你知啦，美國歌手而家都好難捱，韓國歌手又唔識講英文，係咪先？佢哋同我講嘅 K-pop 咧，永遠都唔會喺美國紅。但我見到一個大前景咧，就開始喺呢個行業做嘅。我開始同好多大明星合作，南韓所有最大嘅經紀公司都開始揾我。之後我哋開始喺北美、加拿大同世界各地製作所有嘅演唱會。我仲做咗嗰間公司嘅 CEO 超過12年。而家繼續喺呢個行業咧做，大約3年前有人介紹我認識 Remon 南韓第一嘅 K-Beauty 公司。一開始咧，其實我都有啲猶豫，因為我係男仔，我本身又唔係做美容或者護膚行業咧。但有樣嘢吸引咗我注意，呢間公司咧喺南韓頭3年就已經做到全國第一。除此之外咧，佢哋仲嚟到韓國政府嘅合約咧，可以用濟州島嘅水咧，仲自己起咗間廠喺南韓。而家大家都知 K-Beauty 越嚟越興 ，K-Beauty 而家真係好受歡迎嘅。所以我見到第一大公司睇到我本地城市，呢個可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等我可以喺最初階段就同佢哋一齊合作。咁而家我想同你分享下，當初人哋點同我講，點樣介紹俾我聽。可能今日你都可以揾 Ashley 或者同我哋合作下呢。睇下呢件事係咪你想做嘅兼職副業。不過 Remon 其實我哋2018年咧就已經開始咗，所以我哋唔係啱啱起步嘅初創公司。其實我哋入行到而家都差唔多8年啦。我哋做咗超過30億美金以上嘅營業額，喺頭3年咧就成為咗南韓第一嘅 K-Beauty 公司。而家喺南韓有2間大集團，過去50至75年咧，佢哋一直都係排第一同第二。其中一間叫做 LG。第二間咧就叫做 Amore Pacific， 佢哋擁有好多細品牌，好似 Suesu 或者 Innisfree 咁 ，Nature Republic 同埋好多你而家聽過咁 Sephora 嗰啲地方見到嘅品牌都係佢嘅旗下。但係你睇下呢件事幾咁勁，我哋公司喺第3年就打贏晒所有大集團，成為南韓第一。喺南韓嘅成功之後，我哋就不如試下點 K-Beauty 而家喺韓國以外都越嚟越受歡迎。所以我哋決定2023年喺北美開展業務，就係嗰陣時我加入咗公司，我幫公司一齊喺美國開展業務，結果我哋咧一炮而紅。喺美國做得好之後，我哋又開始進軍台灣同香港，而家我哋喺墨西哥、馬來西亞、新加坡、英國、菲律賓都開展嘅業務，我哋仲開咗日本，最近仲有智利啦、西班牙啦、愛爾蘭。但係最興奮嘅係，我哋今個月會開秘魯、意大利同哥倫比亞。我哋仲會開羅馬尼亞、法國、德國、厄瓜多爾、哥斯達黎加、澳洲同埋泰國，所以我哋有好大計劃咧，想進軍咁多個國家。我哋公司總部嘅加州 Irvine， 另外咧，我哋喺拉斯維加斯、紐約市時代廣場咧，都做咗好多市場推廣同埋廣告。但係等我介紹下我哋嘅品牌俾大家認識，好冇？Remon 有一條護膚產品線叫 ICD， 又叫 InSeldom。我哋仲有 Botolab， 全名係 Botanical Laboratory， 係做護髮同身體護理產品嘅。我哋仲有一條營養產品線咧，就係我哋嘅 Lifelink 品牌咧，主要係做膠原蛋白、纖維同埋排毒 Plus。Remon 特別嘅地方咧，就好似我頭先講過，我哋其實攞到政府合約咧，可以用南韓濟州島嘅水。呢啲唔係普通嘅海水，呢種水係而家政府喺島嘅東面發現嘅一種特別水源。我哋發現咧，呢種水中咧確實含有豐富嘅礦物質，而且係獨特嘅礦物質，咁對護膚咧真係非常非常有益。胡蝦我哋身上咧發生咗咩事？我哋嘅董事長兼配方師獲得咗一份政府合同，可以將呢種水用於護膚研究同埋護膚產品開發。
於是咧，我哋取咗呢啲水，然後做咗以下事情。OK，有一種植物咧叫做丙普嘅，喺韓國咧亦都被認為係一種藥用嘅植物啦。因為好多年前咧喺韓國咧嗰陣時有好多老虎，當佢老虎受傷嘅時候咧，佢哋會丙普草道打滾。我哋發現咧，原來真係可以幫皮膚愈合，佢真係可以幫傷口愈合。所以好多護膚品牌咧都會用丙普草，亦即係積雪草。不過好多公司都係用乾嘅形式咧。但係我哋做咗嘢咧就好特別，我哋冇咗呢種植物用濟州溶沉水嘅智能農場種植，然後發生咗個好特別嘅事。呢種植物咧會生長到比平時大5至7至8倍。當我哋提取咗佢，再加落護膚品入邊，結果就係佢膠原蛋白再生水平提升咗超過50%，抗氧化水平都提升咗超過60至70百分比嘅，係咪先？好嘅效果都變得更好，所以用咗呢種新植物咧，叫做巨型冰松，護膚方面咧全部都變得更好。跟住我哋就做咗呢樣嘢，我哋嘅呢個成果去俾現屆政府嘅。現屆政府話咧，咁你哋自己創造咗一種新植物咧，我哋會俾你嘅20年專利權，淨係你嘅公司可以用呢種植物做護膚品。所以除咗我哋之外，冇人可以用我哋嘅植物或者呢種水壩做護膚產品。所以我哋有呢個專利權，而家仲有20個專利，同埋佢哋超過53個獎項。除咗有呢種水，除咗有呢種特別嘅植物之外咧，我哋仲用咗一種特別技術咧，叫做納米脂質體技術啦。呢種技術好特別咧，因為佢可以令到嘅特別成分咧滲入你皮膚最深層。你睇下啦，係咪先？我哋嘅皮膚本身係防水噶嘛，係咪？所以好明顯咧。你搽咗喺佢塊面上咧，其實都唔會滲入表皮底下咧。但係我哋用咗一個微流體化嘅程序，其實呢個我哋都有專利嘅。而呢啲納米脂質體經過微流體化之後，真係可以將呢啲特別成分送入你皮膚，遠遠滲過表皮層。咁喺南韓發生啲咩事呢？當啲人咧開始用我哋嘅產品咧，佢哋即刻見到好驚人嘅效果，就係喺我哋公司喺南韓做到第一。我哋仲有個叫 Remon Campus 嘅地方，入邊有我哋嘅太陽能發電站 Remon 農場 Pyeongpil 實驗室。我哋同濟州島嘅政府水資源中心合作，仲有我哋嘅 S-Base， 即係我哋嘅研究中心。咁所有嘅設施咧都喺濟州島校區裏邊咧。呢個係我哋農場嘅相，好美麗。我都去過嗰度幾次。字面意義上嘅就係呢啲嘢咧，世界上唯一一家真正採用智慧農場模式種植同埋培育丙普羅小麥嘅智慧農場。你知道我哋公司一直專注於確保使用安全清潔嘅成分，係嘛？連包裝都係啊，係咪？所有嘢咧都有 FSC 標籤啊，意思就係全部都用咗回收物料嘅包裝產品。你可以睇下左邊張相，嗰棵大植物就係我哋嘅巨型丙普羅。嗰棵就係我哋自己嘅植物，係咪？比一般見到咁細尺寸大好多，比起平時大家見到嗰啲細細棵嘅大好多啦。所以咧，我哋創造咗屬於自己對護膚有獨特功效嘅植物。咁你都可以見到咧，呢棵咧就係 Rima 巨型征服者植物啦。而家嗱，呢度仲有啲農場嘅相，你仲可以睇到啲農場內部同外部嘅相。呢度咧就係雷蒙村，我哋喺韓國濟州島亦擁有自己嘅專屬5星級異國風情度假村。咁呢度咧係經銷商們咧前嚟參觀同住宿嘅地方咧，就好似一個專屬度假村啦。我哋擁有一個擁有8棟別墅嘅度假村，一旦你成為領導團隊嘅一員，你亦都可以嚟呢度長期居住。我哋公司咧當然咧有護膚產品系列啦，今日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下。第一款產品叫做 ICD in Cellular Dermatology， 我哋嘅產品其實真係專注3樣嘢：正確清潔、正確補佢同正確保護皮膚。一開始用我哋嘅護膚系列咧，你會見到皮膚自然有光澤，會睇落好水潤嘅，會睇落好健康。而家好多人都係追求呢種效果，係咪先？我最中意就係我哋嘅產品真係啱晒所有膚質用，無論你係乾性皮膚、混合性皮膚定係油性皮膚都得，其實啱晒所有膚質。我哋有 X 系列，仲有 Radiance 100系列，呢個系列都好受歡迎。我哋仲有一款叫做膠原蛋白溶解面膜，我而家都會同大家介紹下。呢個係100%純膠原蛋白，你可以好似敷面膜咁敷上邊，但係重點睇啦，呢個膠原蛋白會即刻被皮膚吸收，仲會直接融入你塊面度。一齊睇下條片啦。Collagen 100溶解面膜。
呢款 Collagen 100溶解面膜係專為皮膚底層支撐而設嘅護理產品，由100%膠原蛋白製成，可以無縫融入皮膚。使用方法係雙重潔面之後噴上雙層油噴霧，等到面部微微黏手就可以。敷面膜之前記住雙手要完全乾爽。撕走膠膜，將白色嗰面貼住塊面，貼好之後再撕走米色嗰張輔助紙，然後喺面上大量噴上皮膚科專用精華，直到膠原蛋白完全吸收為止。之後再用埋皮膚科精華同埋再噴多次精華噴霧，最後搽埋皮膚科面霜，輕輕按摩完成。係啦，呢度有冇用家用嘅產品前後嘅對比相？效果真係好明顯，你睇下呢位用家本身有荷爾蒙暗瘡嘅皮膚改善咗好多，用咗我哋產品之後咧，呢位用家本身有嚴重濕疹同埋好乾嘅皮膚，你可以見到成隻手臂都改善咗，呢啲都只係用咗我嘅產品1個星期嘅效果。你睇下呢邊嘅左手面咧，本身皮膚好鬆弛又乾，但用咗產品之後，皮膚明顯飽滿嘅皺紋都少咗好多。呢度有位女士有黃髮斑，只係用咗產品1個星期咧，你都見到黃髮斑淡嘅7日就有明顯效果。同樣都係用咗我哋嘅招牌系列，咁呢度咧又有個濕疹嘅例子啦，由乾燥皮膚變到而家靚靚皮膚。當然啦，呢度咧你都可以見到咧，用咗我嘅招牌系列咧2個星期咧，本身有啲暗瘡同粒粒咧，但係用咗產品之後咧，皮膚咧明顯穩定咗好多。仲有幾張相咧係講眼袋下面嘅情況。當然啦，你哋可以睇到呢度同呢度咧喺36小時內嘅泛紅情況咧，真係太神奇啦！呢個係佢以前嘅樣，呢個係佢1年前嘅樣，呢個係佢1年前嘅樣，呢個係佢而家嘅樣，咁真係太神奇啦！佢話咧，因為咧我記得見過佢，亦都睇到咗佢皮膚嘅變化，冇醫生冇皮膚科醫生，咩方法都冇效，但係只有我哋嘅產品先至真正改變佢嘅皮膚，等佢從以前嘅樣變成而家咁樣。所以咧，當我確定之後咧，當然就拍咗呢段片啦。我哋仲有一條化妝品線咧，叫做 ICD Makeup。其實咧，呢條化妝品線係加入嘅護膚成分嘅成分真係好好。我哋有禁彩、氣墊粉底同埋定妝噴霧。我意思係呢條產品線真係好勁啊！你一試咗之後，一定會中意我嘅化妝品線有幾乾淨啦。我哋仲有一條咧係護髮同埋身體護理產品線咧，叫做 Botolab。呢啲產品真係可以幫到你護理頭髮同頭皮。好多人用咗我哋嘅護髮同身體護理產品線之後咧，都見到好好嘅效果。再講多次咧，全部都係純素啦，全部都係植物成分嘅。我哋公司咧好自豪擁有 V 標籤，即係純素標籤。呢啲全部都喺 EVGAN 網站上邊有標示。當然呢個都證明同認證咗我哋產品有幾乾淨，無論係原材料成品定係我哋用嘅成分都一樣。我哋最後一款產品就係 Livening， 包括我哋嘅 Detox Plus 同埋膠原蛋白安瓶飲品。呢2款產品咧，基本上都係為咗你嘅健康。一款 Detox Plus 係幫你腸道健康，佢係一種可溶性纖維，包裝係細包嘅，你可以直接食，基本上可以幫助你排便，徹底清潔你成個腸道。至於 Beauty Collagen EX 主要就係幫你補充身體入邊嘅膠原蛋白。呢個係一款飲品，味道好好飲，佢有石榴同藍莓味。入邊咧仲有谷胱甘肽，真係好正嘅。仲有透明質酸同埋小麥神經酰胺，對你頭髮、指甲同埋皮膚都好有益。啱啱我已經同大家介紹咗公司背景同埋嘅產品，但係今日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哋點樣做生意啦，點樣做市場推廣，仲有你點樣可以同呢間全韓國 No.1 嘅美妝公司合作。一般嚟講咧，出邊嘅公司咧，傳統上咧，大部分公司如果想擴展去美國市場咧，去加拿大、歐洲、拉丁美洲或者亞洲，都要經過好多唔同嘅供應鏈、分銷商、批發商同埋零售店。咁結果就係中間有好多中間人，咁樣中間就會產生好多額外成本啦。咁所以 Raymond 就話，與其同咁多中間人合作，不如直接同我呢啲人合作，等你同我呢啲普通人可以出去，只要分享一次產品，就可以喺嗰個客戶嘅成個消費生命周期入邊持續賺錢。咁成件事係點運作呢？只要你開始參與，我哋公司就會俾你一個屬於你自己嘅網上網站，你可以喺呢個網站分享到社交媒體 Facebook、TikTok、Instagram， 或者你想分享去邊都得。人哋可以去你個網站買產品，而你就可以賺錢。你可以整內容、拍短片、拍片，想點都得，所有嘢都可以喺網上搞掂。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公司容許同支持嘅。第二，我哋都可以透過零售鋪頭做生意，可能你本身係生意老闆，
你可以幫你嘅生意登記，你可以為你嘅生意買產品，然後喺你嘅水療中心賣呢啲產品。你估下會發生咩事？每次你買產品，你都會有自己嘅佣金。每次你嘅客戶同其他夥伴買產品，你都一樣可以賺錢。如果你介紹其他生意老闆加入呢，你都可以因為佢賺錢。咁當然啦，第三種方式呢，就係通過客戶。你哋當中有幾多人識皮膚病患者？你哋當中有幾多人識皮膚病患者？當然咧，每個人都有皮膚啦吧？咁係咪意味住人人都可以成為顧客？啲人幾時洗面呢？每一日。啲人咧幾時沖涼？每日都係咁啦，係嘛？希望每日都係咁嘅，係嘛？所以咧，佢係人每日都會用到嘅嘢啦。呢個就係點解呢個生意咁勁，因為大家每日都會用呢啲產品，但係而家你係提供俾佢哋更乾淨、更安全嘅選擇，係咪？平價奢華，佢哋用完咧仲可以見到好好嘅效果啦。至於顧客，佢哋可以免費開戶口，上網登記只需要2分鐘。一旦佢哋開咗戶口，每次買產品、每次儲分都可以享有折扣5%、10%，甚至做忠誠客戶仲可以睇到20%。而家我哋嘅獎金計劃好簡單啦，係咪呢？你一開始只需要上網2-3分鐘就可以登記，你一登記完呢，就可以創建你自己嘅網站名，成個過程只需要2分鐘呢就搞掂。但係你一登記完呢，你就會由第一個職位呢叫做 Planner 註冊成為 Planner。如果你喺美國呢，只需要$20，$20就可以成為 Planner， 呢個費用包你成個年度。如果你住咗加拿大呢，登記係免費嘅，但係你一登記完呢，就即刻有10個百分比佣金開始啦，即刻就有。而家講下最正嘅部分，你唔需要強制買產品嘅任何每月銷售額要求嘅月費或者訂閱費，完全冇呢啲嘅。所以你加入我哋做 Planner 呢，其實係一個好容易入門嘅職位，大家都可以好輕鬆開始呢，仲可以享有1成佣金。咁如果你想賺多個10%，想賺到20%至30%佣金，你可以升做 Manager。佢點樣先可以做 Manager 呢？你只需要喺連續3個月內咧，總銷售額做到3000 SP 就得。咁 SP 係咩嚟嘅呢？ SP 大約等於90美金，即係大約3300美金左右。明唔明啊？只要你每個月做到大約1000至1100單嘅生意咧，連續3個月或者30至100單都得。任何時候咧都可以。3個月內咧，你嘅身份就會變成 Manager， 就唔再係 Planner 啦。咁你就可以享有20%至30%嘅佣金。而家如果你做到6000 SP，即係大約6600蚊收入呢，喺連續3個月內呢，估下會點？你就會升做高級經理，佣金就會去到30%至40%。有一樣嘢我諗特別講一講，當你成為經理或者高級經理，一旦你達到呢個級別呢，佢都係終身職位嚟嘅，即係話1年、2年、3年甚至5年都係咁，明唔明啊？只要你仲係 Remon 嘅一份子，再講多次係喺每個月嘅銷售配額，亦都冇每個月嘅會費。你可以享受終身折扣、終身佣金，無論係20%至30%定係30%至40%，所以啲經理同高級經理都好正。而家有好多人都係咁做，兼職閒時做下嘅錢又有折扣，又可以享受我哋嘅產品。但係當然啦，依家有啲人想賺多啲，我哋有個職位叫做團隊領袖喎，你可以開始賺到40%至50% 嘅佣金。你只係需要喺連續5個月內做到5萬 SP 就得。即係可以係每個月1萬 SP， 連續5個月或者5個月內任何時間加埋夠5萬都得。既然咧你而家係團隊領導，咁你至少仲需要3位其他高級經理同你一齊工作。好消息咧就係話你唔使一個人完成呢5萬個目標，你哋係同成個小組一齊做嘅，係嘛？可以係5個人、10個人，或者你想接待幾多顧客都得，係嘛？咁所以呢個係一項集體努力。好，集體努力，只要達到5萬啦。而且你有3位高級經理呢，你就可以成為團隊領袖。你每個月都可以享受到高達50嘅佣金。好，然後有董事、高級董事同全國董事，呢3個係公司最高嘅職位。呢啲職位呢，可以令你開始賺取公司分紅，甚至作為全國董事可以攞到高達54嘅佣金，係咪？咁我講公司分紅係咩意思呢？每個月我哋會攞出北美總收入嘅1%，分俾所有董事級或以上嘅人。咁而家講下最正嘅地方呢，即使有其他客戶或者會員做生意呢，你都可以攞到一部分分紅。只要你想成為董事同埋請人，基本上呢就好似你同公司做伙伴嘅，你會睇到你國家所有銷售額嘅一部分分紅，係咪先？其實真係幾勁。咁我講下我自己啱啱開始時嘅經歷。
我第一次接觸呢個生意，第一日就做嘅高級經理，我買咗6000蚊貨，直接做高級經理開始。我哋做嘅原因係，我寧願一開始就冇3成佣金咧，都好過只係冇1成佣金。第二咧，如果你一開始就做高級經理咧，你訂貨金額可以有2成嘅回贈，即係你真係會有現金回贈，仲有一大堆免費產品送俾你。所以我寧願個折扣啊、免費產品同現金回贈，我就係咁樣開始做高級經理。跟住我做乜啲咩咧？頭7日我盡量介紹咗產品俾最多人識，之後咧我就升咗做團隊領袖。我頭7日就已經升咗做團隊領袖，之後咧做咗團隊領袖之後咧，我又升咗做董事、高級董事。而家今日我已經係 Remote 嘅全國董事。而家講下最正嘅地方，好似我哋完全唔係呢個行業出身咧，都可以由最底做到上去全國董事。而家我已經將呢盤生意咧擴展到12個國家，有成幾十萬客戶，每個月咧營業額都係幾百萬美金，全部都係同一間叫 Remond 嘅公司合作做到嘅。咁你可以見到咧，零售佣金係由10%到54%。第二種咧，我哋賺錢嘅方法咧就叫做開放組佣金。開放組佣金其實就係咁解，我可以介紹其他人加入 Remond， 佢哋都可以註冊，佢哋可以加入，佢哋可以成為伙伴啦、策劃師啦、經理啦、高級經理。每次佢哋買產品或者用產品，你估下會發生咩事？你都會有錢收，啱唔啱？所以呢個就係第二種咧，我哋賺錢嘅方法咧，叫做開放組佣金。第三種就叫做單層制 Uni Level。單層制其實就係咁解。當我介紹其他人加入 Remond， 介紹佢哋用產品，佢哋成為策劃師，然後佢哋又開始介紹人，喺6個唔同嘅介紹層級，你可以額外賺多3至500分比。大家明唔明？咁所以呢部分真係好正。而最正嘅就係領導配對獎金。公司話咧，只要你成為團隊領袖，然後你出去幫其他人成為團隊領袖，或者請人都得啦，我哋會俾你一個4成嘅領導配對獎金，根據佢哋賺到嘅錢嚟計。你睇下呢個，例如假設你成為咗團隊領袖，然後你邀請我加入，我都一齊加入嘅。而家我哋兩個都係團隊領袖，假設我都成為咗團隊領袖咧，咁你就可以喺我嘅收入度每30日賺到我收入咗4成。你睇下，如果你有一個人係咁樣，月入1萬美金，你就能夠月賺4000。想象下，若有2個月入萬金嘅團隊領袖，你每月能夠賺8000美金嘅嘛，嗰年就多96000美金嘅。呢個真係好多額外收入。但如果你有3個、4個、5個、6個、7個、10個，甚至100個團隊領袖喺你團隊入邊咧，而你都可以賺到佢嘅收入嘅4成，係咪？呢個就係唔係淨係為自己做，而係同團隊一齊做嘅理念同埋概念，係咪？所以咧，我好中意我哋有領袖配對獎金。當你升做董事、高級董事或者全國董事，你就可以睇到6代領袖配對獎金。我哋公司有一樣嘢叫做Starter Kits， 呢個係俾啱啱加入我哋嘅新規劃師用嘅。每次你報名加入，你都可以選擇買呢啲 Starter Kits 啊。而呢個入門套裝最好嘅地方，第一，你其實可以睇到嘅免費產品係咪？呢啲產品就包咗喺睇套裝入面。如果你住喺美國，你可以喺入門套裝1、2或者3。如果你想即刻升做經理或者高級經理，我有個簡單建議，我會同大家講呢個建議係咪？2個入門套裝 Premium 咧就有3000 SP， 你第一日就可以做經理。如果你買咗4個入門套裝 Premium 咧，已經係可以買咗最多嘅數量，你第一日咧都可以做高級經理，仲可以睇到好多免費產品。再講多次，加拿大人都可以用呢個優惠。所以如果你住咗加拿大，當你成為新嘅規劃師註冊之後，你都會喺後台見到入門套裝嘅選項。你估下點？每次你升做高級經理，每次你幫人升做高級經理，你都會有客戶，你會賺到旅遊積分。而家我哋有個獎勵旅行，你可以同我哋一齊去巴哈馬，下年一齊去玩。你只需要睇到1000分旅遊積分就得。我哋會喺嚟緊星期2嘅新手簡介會再詳細講多啲。記住要嚟定新手簡介會嘅資料，咁你就知道點樣可以合資格參加我哋嚟緊去巴哈馬嘅旅行啦。你知啦，我哋公司有搞大會呢，咁大會就係幫你加快做生意、加快學習嘅，仲可以幫你成為團隊領袖同公司嘅董事。我哋8月7號至到9號會喺拉斯維加斯搞一個大會，我真係好建議你哋參加呢個活動，因為你估下點？嗰個週末8月7號至9號嘅 MGM 呢，你會收到大量培訓。但唔止㗎，你仲可以向產品專家學嘅，你仲可以聽到所有嘅領袖嘅分享，你會聽到我哋總裁同主席、銷售總裁、總經理嘅講話。成個 Raymond 家族8月都會喺拉斯維加斯出現。記住要盡快了解點樣參加呢個即將舉行嘅活動，唔好等到賣晒飛先咁後悔。再講多次呢，
MGM Grand 拉斯維加斯咧8月7號至9號咧，呢個會係一個超大型嘅活動。我知道呢個活動都會喺2026年尾一個非常非常令人興奮嘅盛事。各位 Remote 而家正係擴展緊，而家有好多國家咧都開始開放啦，好多地區都陸續開放緊。呢個就係你嘅機會，你有機會成為全球第一嘅韓國美容公司進軍你本地市場嘅一份子。你應該揾翻邀請你嗰個人，問下佢我應該點開始，我點樣可以成為一個規劃師，我點樣可以成為一個顧客，係咪？等我同你講一樣嘢。老實講，我自己而家嘅 Rima 開始應該係我人生入邊做過最好嘅決定。你自己問下自己一個問題，你記唔記得上一次有人邀請你介紹一間全球第一嘅 K-Beauty 公司，一間市值30億美金嘅大公司嚟緊你本地城市、本地市場，而你就喺最初階段參與。我哋可唔可以大家都認同一樣嘢？我哋以前都聽過唔同嘅機會，係咪？我哋都聽過呢啲嘅，但係呢，我哋都要認同嗰啲機會呢，通常我哋見到嘅時候呢，已經係5年、10年、20年甚至30年歷史呢。其實機會通常都係喺最初階段先揾到，係咪？當你嘅最初階段，當你係先行者，當你可以睇到先行者優勢，佢早開始就有一個好大嘅機會。而家我哋正喺開放去50個國家，呢個唔淨止係一間韓國美容公司咁簡單，呢個唔淨止係一件韓國美容產品咁簡單，呢個係一個幫你達到財務自由嘅工具，一個幫你賺被動收入嘅工具，一個幫你擁有時間自由同享受生活嘅工具。你可以同屋企人、你嘅小朋友、你愛嘅人一齊用多啲時間，或者你想去環遊世界，或者你想幫到更多人，依家都可以做到。Raymond 就係幫你實現呢啲目標嘅工具，所以快啲加入我哋，同我哋一齊合作，揾翻邀請你嘅嗰位朋友，等佢可以幫你登記、幫你註冊。當然啦，我哋星期2嘅新會員培訓見啦，祝你今日過得開心，祝你朝早愉快，下次通話再見啦，拜拜。